財源滾滾來，今年利是多到數唔晒，你哋自己嚟睇下啦。呢度第一封200蚊，咁多利是加加埋埋1400蚊、1600蚊，今年充遊戲錢多到用都用唔晒。喂，醒下啦！有錢仔要咁多錢嚟做咩？嚇，攞嚟課金有咩意思啊？嚇，去圓玄學院嘅社會服務部捐俾嗰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嗰啲弱勢社群。呢啲咁有錢嘅使鬼要咩？嚇，不如俾我去捐啦！嗱，你又出100，我都出100，大家200咁樣，再拎埋你啲錢，咁咪可以幫到好多人。我哋咪就係慈善富翁。哇！兩個有錢仔，你哋今年籌咁多錢，我哋嗰班仲唔贏啊？要跑啦！一人一利是係由圓玄學會社會服務部主辦嘅籌款慈善活動。由而家開始，去到3月13號，同學可以帶一封利是返嚟交俾班主任。而呢個活動亦都設置咗唔同獎項，鼓勵學校同各個班級參加。另外喺後日星期日嘅家長日，德工組亦都設置咗籌款箱喺德工廊，同學可以呼籲家長一齊參加呢一次嘅籌款活動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請大家多多支持。